Hello，今日分享126505玫瑰金地通拿嘅鉑金修復，主要係標圈同埋耳仔受到比較重嘅撞擊，大概喺數字65至60有好明顯嘅痕跡。全標有正常佩戴嘅花痕啦，成績上係一手係冇打磨過嘅。從側面睇隻圈崩咗嘅情況，未至於崩得好深，未去到成忽金冇咗，總體標圈平面係完整嘅。撞崩時候嘅刮痕貫穿咗圈上面嘅字體，好似60個6字咁，從底部貫穿至標圈邊緣。依家一齊嚟睇下鉑金修復後嘅效果。依家係做完鉑金標圈崩位修復同埋全標翻新嘅效果。喺鉑金後需要人手處理再輕打磨，咁可以保持標圈嘅平面完整，又唔會令啲數字變淺。從側面睇，標圈都保持返銳利感，冇出現打磨後變圓嘅情況。喺修復嘅過程中，如果見到有小崩，都會順手做埋鉑金。對比直接磨走崩位，可以令隻標保留原有嘅大細同埋線條。依家展示下冇喺反光效果下嘅標圈狀態，更加清晰，可以見到字體油墨嘅深邃，鏡面效果都更加明顯。原先數字65至60有嚴重嘅撞崩位，依家近鏡下都幾乎睇唔到任何鉑金痕跡或者撞崩後留低嘅瑕疵，包括耳仔整完之後都恢復光亮同埋平整。